来去南美洲的国家委内瑞拉，委内瑞拉有一间家家长期落户内底的犯人霸占。顶礼拜，官方是出动上万的军警和装甲车，甲这间家家抢转来。结果伫内底有查到真侪枪支，甚至阁有火箭炮。更较含的是，这间家家内底有游泳池、有夜总会，阁有动物园，袂输度假村。 警用车载走一车物品，犯人坐伫涂骹等待移送。南美洲委内瑞拉顶礼拜派超过11000个军警出动装甲车攻击北部阿拉瓜州一个家家，也惊动袂少居民。犯人的亲友嘛真烦恼，拢伫外口听候。No sé nada de mi esposo ni nada, no sabemos a qué destino los llevan. En verdad que estamos desesperados, pues, porque no sabemos nada de ellos. 这间家家长期去互犯人控制，家家的官员嘛做阵作恶。 警方秘密7月1年才成功攻破，因进入家家了后，查到大批庆骸、弹药、火箭弹，也有比特币挖矿机。更较含的就是内底有游泳池、夜总会、跋筊间啊，连动物园都有。家家设计做高级饭店的是美国势力上大的帮派，牵涉到绑票、抢劫、卖毒、卡油，也甲偷渡移民这非法的行为。 这阵帮派老大的家当作家己的据点，这假期间透过秘密通道偷活动，已经互警方长真久啊。暗过都伫军警攻击进前，帮派老大提早听到风声逃走，目前去互人通缉逮捕。犯人权利组织是指出，这间家本来敢来当收容750个犯人，实际关押的人数超过5000人。警方攻击行动凸显美国的家长长期管理不善这个问题。公司新闻710编译。